好，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国内观光旅馆的价值有影有较悬，平均住一暝就要4600块，其中伫南投这饭店是上贵的，一暝就要14600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讲，若准这个国际的旅客一档会当有1200万人次，安尼业者就有可能降价。也毋过业者是跳出来画委屈，讲这政府拢无考虑到欠工的问题。台湾饭店大建设一直引起讨论，每个旅客拢真有感觉。我在网上看的时候，确实有一点贵，在台北这一步就是觉得价格比较高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住 B&B 的。像我们去日本或者是去韩国，一般家庭房可能大概不会超过1万块，大概可能8000上下的价钱。但是在国内，你如果是说因为带小朋友出去要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环境，其实大概都是要上万块。观光署统计，2023年前3季全国观光旅馆每晚平均是4616块，南投县观光旅馆每晚平均是14668块，是全国均价3倍外，全台第一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进前接受网络媒体专访，讲到今年目标1200万的国际旅客来台湾，有希望店铺旅宿业平常时无人，平常时假日若有人客热门时段厝价都有希望减少。呼吁政府可以尊重市场机制，这个市场给的这个房价的价格，人力不足，那原本可以开所有的房间来卖的，变成因为人力的考量，所以我可能仅开5成或6成的房间来卖。业者呼吁政府除了并来台旅客数，也要打造深度旅游观光环境，吸引国际旅客长大，对增加客源有帮助。对房价升过悬，观光署认为是国内旅馆市场豆豆分众化，原不了介绍基本工资拢起的因素。去协助业者能够提升他们的服务，那同时我们也会依照世界的潮流呢，我们去修正这个要点。像未来也会针对永续这一部分来做一个加强。观光署记咧，亲像愈来愈侪外国商务客出场，大也需要记录拖卡车。不过目前提供服务的旅宿业无济，未来也协助业者提升服务，帮助打入国际市场，增加来客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